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晴。你敢有看过国际场合，尤其外交的场合，在人总统有冤家？这场会面，敢若是咧播电视。原来毋是来签约讲和平，佮爱加了有小马来吐剑去。邪不胜正，不再是国际走跳的真理吗？今仔日四位专家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義，大家平安。第二位政大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連鳳儀，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英語教授王明賢，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位是台灣外國記者會員阿發，大家好，感謝收聽。那麼繼續呢，咱就來關心這場會面後手發生了什麼代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來發表這個聲明，伊來講，這個羅西亞甲烏克蘭戰爭若要結束更較早，那麼美國總統呢，川普怎樣講？這是澤倫斯基在這個一頂擺這個說明，美國呢未過來吞論咯，又過開始冤家咯。澤倫斯基呢又過佇社群媒體呢大文來講，烏克蘭是需要是安全保障的。那麼別講嘛證實，川普下令已經暫時烏克蘭所有的軍援攏甲停落來。想要甲烏克蘭高層，若想要討論和平的意願，以後才會恢復軍援。川普最三暗伫北京的一場活動，針對澤倫斯基的表態真無歡喜。伊講，這是澤倫斯基當做的傷害聲明，美國袂閣再用論。And he better not be right about that. If somebody doesn't want to make a deal, I think that person won't be around very long. That person will not be listened to very long. 川普伫咧伊自創的社群媒體真實社群內面講，只要有美國支持，即可就無希望迄個所在有和平。也批評伫咧英國倫敦舉行嘅英國、法國、烏克蘭三方會談嘅歐洲領導人，伊講，這可能毋是向俄羅斯示威嘅偉大表態，因到底是伫咧想啥？咱來聽澤倫斯基迄當陣是安怎講。Угоди про закінчення війни ще дуже далеко. 在川普會到回應了，澤倫斯基喺社群媒體也大文講，要全力和烏克蘭的外交有真正實質的意義，要停止戰爭，也要安全保障。Ending the West's isolation of Russia. That's what Putin's interest is. He is not interested in ending the war. He thinks Russia is winning, and he thinks that as time goes on, the West will be more fractured. Clearly, we've had a major US-European break on all of this. That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mselves are not united on this. So I think President Zelensky is quite right. I think the war will continue for a long time. 川普有講喺崔世漢有一場演講，講是會讓大家知影真相。要若是什麼代誌，大家攏伫咧以為是甲烏克蘭有關係。公司新聞黃文玲編輯。其實呢，真濟觀眾朋友過去無咧關心這個國際新聞呢，攏互即出吼，看一個講開始講，後這個總統兩邊的總統安尼相冤家，啊，這個副總統吼，敢若拍手安尼直接嘅開戰。即敢若咧看以早伊迄個像是接班人的這個電視的 TV show 啊，但是嘛有一邊人講無喏，這攏是腳本寫好的。要挑工要來演的，敢是如此嗎？那麼想頭想尾，我就想講，如果若要安尼演，嘛是演傷久咯。啊，演甲大家敢有利嗎？這我先要來請教林老師吼，咱需要慢慢來看因內面罵啥物。這罵咯實在是有影，咱咧講吼，講了真白啦。但是講了真白這項代誌，是毋是會真正傷害彼此的感情？這頭一個，第二個是毋是真正會影響到最後結果呢？我相信因攏已經是三當五當，毋是三當五當的政治人物啦。
真正若要签约的时候，面手较细细，嘛是照常签。我是安尼想啦，林老师安怎看？当然咱看到吼，这2月28吼，真正是伤感情啊吼，唔仅是美国甲乌克兰，而且是美国甲澳洲，以这项代志吼，安尼讲有一个人，伊的爱笑啊吼，应该是普丁啦吼，伊就认为讲这个剧本啦，这个真正是伊所要爱看到的剧本，但是。这个是足严肃一个议题啊，吼，所以我就认为讲，这个川普政府甲这个乌克兰泽连斯基，吼，因看法有足大的无共款。会再安尼讲就是讲，会再注定啊，吼，注定啊，讲要见面，安讲无照这种足严格这个书面来讲话，一定会出问题啊，吼。所以就是看到这个副总统 J.D. Vance， 伊就讲你去年你来美国，吼，你是希望这个贺锦丽会当来赢到这个选举，吼，啊，你都无对美国，吼，啊，无对川普来讲这个感谢话，吼，啊，对川普来讲，伊是认为讲，伊有足济的代志爱做，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伊认为讲要结束。是爱直接来对这普丁来讲话，吼，而且以这个泽连斯基去白宫以前，不管是法国是英国，因拢有去这个白宫，已经都讲好啊，讲好来讲，因这2个国家会派这个和平维持部队，吼，啊，另外来讲，对川普啊，哦，伊是认为讲，这个试图啊，这个协议啊，另外一种美国对乌克兰。一个安全的保证，但是这泽连斯基伊无安尼想啦，伊就是讲，这应该爱合作伙，你爱明白来讲对这个乌克兰的安全，爱有一个保障，安尼后盖这个俄西亚袂过来拍这个乌克兰，所以就是讲吼，这真趣味啦。像阮中人吼，因咧真正唔捌咧看这种国际事务，你讲这就敢乌道老大咧拍歹笑。哦，你这吼，这歹小才1亿，安尼我甲你瞧好了后，我要3000万摕来。老师，你认为讲这个有符合着国际条约也好、惯例也好，这敢是盘古开天唔捌有的这种代志？当然这个协议啊，吼，无讲完全，互大家知影。啊，但是就是讲，对川普来讲，为这个拜登过去这4年。唔惊这个军事的援助700亿的美金，而且佫有足济这经济超过3000几亿的美金，哦，伊是认为讲应该这个乌克兰，我应该啦，应该爱下一寡吼，下一寡倒转来吼，啊，但是对川普来讲，也佫有足济要安怎去做，唔是讲足清楚，啊，佫无细节，是唔是讲有一个资金，啊，是唔是讲这个完全拢为美国。来控制，啊，控制就表示讲，安尼讲发生什么代志，啊，美国会来介入，嘿，哦，这啊佫真得讲吼，若是议长你安怎看的？这场这个冤家是挑剔，互伊吵的，就有当时有，我感觉这种场合是，这 J.D. Vance 挑剔要个点火起来，啊，要破局吗？还是讲要话讲甲佫白去？佫白了，才有互伊彻底通好来认知讲，你著爱点头，一定。应该是安尼啦吼。主持人讲的，这吼有足侪人咧讲，但无法度完全排除这是毋是一个剧本。但是我个人是感觉可能性小可较低啦吼。因为安怎你敢知？一般来讲，就是一种这个外交的这个场合吼。一般来讲，伫咧尤其是上悬领导者、总统要会面啊，应该伊上无伊的外交部长的迄个。抗战就应该讲较拢好势啊，入去了就是我看伊大赛啊，头一直咧安尼。应该就是2个领导者啊，大家吼即个向大家国际媒体来讲，阮已经拢讲好势啊，吼，即欢迎你来，吼，即咱大家就签约啊，应该袂发生这种代志啦，吼，代表讲伫咧即个美国甲乌克兰对即件代志袂有完全的即个共识，因为啥共识是安怎呢？较多林老师小可有讲到吼，就是讲
这到底这互相的迄个可能迄个观念无啥共款啦吼。乌克兰认为的安全的保障，伊即马敢需要美国互伊安全的保障。安全保障就是最好是传统的迄种白纸黑字写讲，我美国吼这个保护吼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安全。但是你川普这个政府，伊对以前一连喙伊都无想要讲出这款的话，所以你真无可能有这个白纸黑字要写这。但是伊用另外一种方式，伊讲咱两个有经济合作了后，万一你讲迄个罗西亚万一个出兵来拍你的时阵，我美国的利益伫遮，所以伊唔敢叮当。伊用这个方式，希望乌克兰会使相信，但是这会使相信，袂使相信，上无川普伊是安尼认为啦。这也是听起来有理啦，但是是毋是到迄个上关键的时阵，正是有影会使安尼讲？因为即马目前对川普来讲，伊做这个总统上重要就是要互这个战争停止，所以做一个中间者，伊爱互双边拢爱会使坐落来，毋是干对乌克兰尔，伊爱对这个罗西亚，伊嘛爱互伊坐落来。那坐落来了后要创啥？伊当然嘛爱先有一寡伊个譬如讲伊有兴趣的代志，来开吸引伊，伊较会使坐落来。啊，对这个普丁来讲，会使吸引伊的，这个可能毋是这个停战这个物件。美国甲这个罗西亚中间的关系，在这两个关系修补，互伊正常化，这才是普京有处理的。所以伊做一个中间者，伊知影讲对这乌克兰怎爱叫伊坐落，因为像今仔伊宣布完结了，伊就讲我暂时停止所有的这个军援嘛。所以伊知影讲，我有这个条件了，我就会使叫这个乌克兰听话嘛。所以我较会讲。我唔敢完全排除啊，但是你川普上重要就是希望大家拢来我白宫，拢讲好势啊，上重要是拢照我讲的条件接受，这毋是足好的。伊安尼，互伊这个泽伦斯基来改说明，这敢有较好，因为这交川普伊的风格应该无啥共款。伊希望大家人拢来白宫，就是照我的条件，恁大家拢乖乖啊，该签的该签约的该签约，答应的该答应，伊都无需要互泽伦斯基来伊的白宫，结果两个敢若讲无好势，超无好势，完结互大家看，这应该是。安尼嘛真实惠呢。对，安尼就较无需要。对川普来讲，伊对伊的这个威严啊，对伊感觉因为伊看到伊个未来会处理足侪代志，确实啊，像足侪像咱泽伦斯基安尼伊就不歹处理啊。对，所以我是因为无完全排除啊，因为这个物件无法度，这是可能以后较会知，但是。有的人讲是讲这。假中假啦，就是讲，我就知影讲，你来你就袂签的，你袂签的，我就当面就甲你洗面，你洗到吼，你头咧，你转去想看卖，你搁去找恁欧洲的即寡兄弟，你讲拢无效啦，敢若拔喙水啊尔啦，所以即个意思啦，所以我军员甲你停起来，你看恁德国甲法国，你看会安尼甲用未？有人是安尼讲啦，吼，这是当然这叫做这。不插过国际政治的，这个一般民众安尼想讲，会对啊，就来小可解释者，好啊听。但是一方面，我要请教王老师，难道这普京伊就是会甲信道吗？你难道我袂后面搁甲你骂吗？普京就真正徛关山咧看马小达了吗？我感觉即马俄罗斯的普丁吼，伊上欢喜啦，伊看美国甲乌克兰吼两个上好咧吵嘛，吵了后。关键就是等咧俄罗斯嘛，普丁伊要战还是无爱战吼，所以我感觉伊即摆咧看这好戏吼。这个问题我感觉讲，这个几个过程吼，其实是一种流程啦，就是讲一般美国啊甲其他国家哦，谈论即种外国问题吼，一定有一种事前会吼，比如讲5天前、1礼拜前，因为外交部长哦，国务卿拢讲好啊，细节拢讲好势啊。来白宫，就是要签约，所以伊讲咧，迄种行程安排，就是讲，这个记者会，大家了解讲，阮要讲这个代志，大家讲，大家拢知，所了中昼食饭嘛，食饭了后下昼来签约，结果规个行程叫人拍歹去，因为这个记者会拖到足长诶，45分钟呢，足久诶呢，一开始大家嘛是讲，慢慢咧讲，你讲我讲到上尾，忽然间，迄个万斯第一万斯，伊是副总统。为了要表现啦，伊会感觉讲，阮这个总统最厉害吼，因为顶届总统拢无法度处理这个问题，
甲咱讲这个总统川普上厉害，也在用外交把这个代志解决。外交手段。哦，伊的问题是讲，伊要互迄个泽连斯基了解讲，美国想法是讲停止战争，停止战争上大的迄个关键是俄罗斯。俄罗斯若无拍了，战争就停了吧？哦，因为俄罗斯在2022年的2月24号，伊是发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嘛，所以伊若停止这个军火军事行动，就无战争啊嘛吼。不过对乌克兰来讲吼，伊要永久和平，伊要美国保证，所以伊要白抓小狐狸吼，拄啊2位高雄有讲哦。不过对川普来讲的话，伊咧做代志吼，伊的行事的风格就是讲第二摆第二，就是讲这件代志处理了这件代志，莫甲其他谈不到阵，就是讲伊甲俄罗斯成功好，等咧2月18号，等咧利雅得吼，因就讲好啊。听起来嘛是有道理，你先处理这站，一步一步来。反正就讲，伊是美国，伊主导甲乌克兰的谈判，伊主导甲迄个俄罗斯谈判，伊徛喺中间，伊上拢摕到上好物件吼。伊即个摕即个矿场协议吼，2位国就拢讲，其实即个矿场协议上重要是啥物啦？因为你要派美国，不管是企业，还是商人，还是啥物人去进入乌克兰，要去发掘即寡稀土，敢无需要去调查？敢无需要去访问？敢无需要去做一寡建设？敢无需要派人入去？所以去保护咧。去保护，去派人，可能以后会使趁这个机会，甲乌克兰的迄个基础建设吼，无听到拢互美国包去啊，因为伊用这个机会嘛入去嘛。应该是拢包去啊。因若讲入去了吼，佫有一寡相关的产业企业落去了吼，到时俄罗斯无爱看川普的民主啊，敢袂拍？那拍落对美国就无法度交代嘛。意思是安尼。所以为种事法来看，这就是一种安全的保证啦，边界的安全保障。不过，对泽连斯基来讲的话，无够，因为伊有一个国内需要，因为伊的知名度、伊的支持率，过3年了嘛，即人咧讲，你战争拍久啊，到当时要停，就是讲你有啥物中战指导，你袂使一直拍落去啊，一拍就拍当时，所以伊当咧白宫去用骂到要死，伊顶去英国去兰斯堡，甲一寡欧洲的领袖见面，欧洲领袖讲好，我继续互你钱，继续好拍。所以大家咧唔讲要拍到当时，所以问题就是这个所在。那么我也感觉讲，泽连斯基即嘛开始咧想讲，伊嘛是爱签了，看我就甲美国诱入来。你甲美国诱入来，欧洲嘛会使入来嘛。但美国、欧洲入来了，伊就法度顶就胜利吼。不过即马我嘛知影讲，总无讲你生气啊，伊就感觉讲你安尼我就无爱甲你军事援助。我先甲你切断。甲切断。不过这个代志嘛无可能简单，你切断了。有话等咧海上，有等咧陆地，有等咧冲突，要安怎？你无法度处理啊！所以即马关键也是等咧普丁啦，普丁若迄个川普民主无拍，就结束啊！我意思是讲，对即件代志来讲，伊要叫普丁，甲想讲好啦，恁2个卖弯啦，我停落来，敢有可能？老师，所谓停的意思是讲，我10天袂拍，我1个月袂拍，这嘛是停啊！伊若停了，对于川普来讲就是胜利啊，因为川普会使甲大家讲，我有叫俄罗斯停，我有叫伊停，停就停啊，一天外跑就停啊。我问阿华，你认为敢有这个可能性？你讲迄个普京会配合这个传播讲，我10天卖甲你拍。足困难，因为俄罗斯伊个战争足困难的，因为即摆伊有迄个新的做阿兵哥啊，较大部分的拢是老的啊。即摆伊有推70岁以上的老兵去做兵的。70岁。伊个爱互伊足侪钱去做兵，每个月3000块，伊若是死了5万美金。这款的数字啊，这。俄罗斯嘛是无够迄个钱，所以俄罗斯今年开始就拄啊好，今年俄罗斯的经济可能发生足大的问题。所以，照你安尼讲，那普京应该是真希望赶紧停落来嘛。伊无爱表现，不过伊真正爱赶紧停落来。对，伊无想要继续，伊无迄个价，无迄个本。伊较早伊是用迄个少数民族的阿兵，即个少数民族阿兵拢足善用的所在，特别是西伯利亚，
这阿兵哥即摆差不多已经死了，已经用了啊！伊即摆甲咧剩一寡老的人，少年人不爱去做兵，伊嘛是惊，伊若是强弱爱说个少年人去做兵，伊会抗议啊，所以政治个不稳定，伊嘛是惊安尼啦。所以他早咱看这个新闻台内面有讲哦，有一个专家讲哦，无啦，普京其实吼，伊唔惊讲战争一直拍落去，伊主要要爱的，像伊长也讲，伊主要要爱的是要改善甲美国的关系，啊，要互你吼，你美国甲西方世界吼会分裂，这是伊上主要的目的。你认为呢？我感觉普京是了解苏联是安怎无计做，苏联是因为迄个上落尾的时阵，经济作歹啊，所以无法度个继续做变做一个苏联，所以伊嘛是惊安尼咧，伊惊迄个经济危机。所以伊也是咧在，伊也真关心要伊的经济。系啊，伊也爱关心。啊，法啦吼，因为你也某种程度也是算商业界的人吼。我问你一个问题。这三方面吼，两方面咧谈判，三方面咧谈判，你认为这种谈判，甲这个商业的谈判有啥物无共款？伊这是这政治科啊，这国际性的谈判，甲一般的这商业谈判，敢会使安尼像安尼这。你讲迄个美国被投资伊的资源，这个可能是意思啊，唔是主要的代志，主要是爱。代志，美国是不爱战争爱停落来，这就是一个理由。讲哦，阮美国个我是 Trump 做巴鲁根做强做高，所以我会当得到这个物件，就是迄个稀土，稀土是稀土。不过迄个唔是，迄唔是主要的，迄唔是主要，迄是互迄个伊支持川普的人较好看。不过，迄唔是主要的代志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其实拢找无到任何的文字讲，因为这是稀土大部分拢伫这个罗西亚的这占领区内面的。俄罗斯乌克兰的稀土，较大部分是东部，已经是迄个俄罗斯占领。是啊。系啊，无效啊。哦，所以你认为这是拔脆水啊？尔？对。老师安怎看呢？应该唔是讲上重要的部分啦，但是对川普来讲，伊的计划来讲，这个是一种和伊的政府甲美国有法度来介入的一种上好的方式啊！哦，这上好的方式，因为讲得足清楚，就是讲你乌克兰军事你无法度佮继续拍落去，你无法度来加入这个北约。哦，啊，即马阁有即个英国甲法国要派即个和平维持部队，啊，而且即个罗西亚，阮也有讲着，讲啊，恁讲乌克兰要加入即个欧洲联盟，阮会当考虑啊，吼，所以即个西土的协议对乌克兰来讲，虽然讲是东部上济无毋对，但是东部有一部分是即罗西亚来控制，啊，但是对川普。咁那拢共款啦，因为伊介重要是甲即个罗西亚关系改善嘛，吼。所以，川普伊第一个阶段，我认为上重要阶段来讲，互即个普丁会当来宣布来停止，哦，啊停止即个军事的行动，有足多种的方式啊，吼。有那是一礼拜，有那是7个月，有那是6礼拜，哦，咱以即个以色列甲即个哈马斯拢有看到。有阶段，所以对川普来讲，按讲一步一步，会当都来推进，这个介重要。咱就知影讲，伊这2月28以前，有史以来3档的乌克兰战争，这个安理会唯一通过决议案，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川普政府，伊这个草拟叫做到这个和平的道路啊。足简单，无讲战争，甲讲冲突啊，无冲突啊，
吼，啊，阮也无谴责，吼，啊，甲讲吼，爱有即个乌克兰甲即个罗西亚会当有永久的和平，甲讲安尼尔，吼，来讲，咱看见即个乌克兰提出的一寡议案，吼，不管是即个欧洲联盟，还是即个罗西亚，因拢有加一寡问题啊，但是都无通过，吼，就是讲对美国最重要就是讲你。实在无需要搁拍落去，你拍落去，乌克兰有法度来赢，啊，你有需要靠是一寡武器，啊，你即马无武器，咱讲美国无帮战，即个欧洲联盟，吼，还是讲英国，虽然讲有28亿的军事协助啊，吼，2月28的过灯工，即英国就讲伊要互28亿，吼，的美金嘛，我听都惊一跳。我这英国你家己就叫要吊顶啊呢，哇，真正是安尼厝内物件拢拼出来要甲斗相共。是，所以就是讲欧洲即届完全都了解，讲不管是英国甲法国提出来一寡和平协议啊，伊有泽连斯基安尼讲，你介重要，原来爱有美国知影，原来有美国的支持，这是介重要。咱讲无美国的支持，咱一切拢是空，是，一切拢是空。但是依旧无川普的这个支持，一切拢是空。不过，我也是要问一句，这个普京敢会当相信？伊敢有咧信到这个川普？他顶摆咱也讲啊，我普京那个会当上无过做10年啦。你川普，你3当我，你就再见伊玛斯啊！我过去，尤其泽连斯基也讲啊，你过去普京的真济签约拢无咧信到，啊，这敢是一种危机的？应该是讲普京吼，这3年来应该是这个时阵对伊来讲压力上低的所在，因为伊有川普，基本上对伊较优势，压力较细，所以伊是，但是。伊的经济，就较多几个来宾嘛有讲嘛吼，伊的经济基本上有小可的问题啦。但是伊要叫伊硬动，伊也是继续爱动落去啦。但是即马中间就是讲，有即个机会，所以伊爱的就是叫美国伫咧互相谈判迄个过程。但是川普伊有时间的压力，伊感觉伊爱伫咧上短的时间，伊就爱甲即个战争结束。所以我看到讲，做一个中间者，你唔拿有时间的压力，你爱搁互两边拢愿意坐落来，啊，你爱用因，不管你是用这个条件好来甲吸引，还是讲要用迄个棍啊甲喊，你一定爱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啊，对乌克兰，伊就是用棍啊用喊的；啊，对这个罗西亚，伊就是用。条件，可能用咱叫红长头啦、红萝卜、胡萝卜来甲吸引，就是讲你要用适合的方式来，互双方拢坐落来。所以，伊对这个伊个罗西亚，就是用这个所有的这个叫做扭调的，甲这个罗西亚扭调的。啊，对乌克兰基本上就是讲，我的经济合作，就是我对你的这个安全的保障。所以对双方，伊拢讲啊，其实就足清楚，但是。足清楚的，尤其是对去用棍啊喊的人，可能较唔甘愿嘛，伊感觉对啊，伊当然较唔甘愿。吼啊，但是对这个罗西亚，伊用这个吼这红长头啊，吼来较吸引，就是讲用较好康的理由加吸引。啊，啥哪会安尼处理的？但这除了是川普对伊过程，对以前以来，伊就对这个罗西亚的这个印象敢若是较好啦。啊，这种以前过去都有这个。就是咱也看会到啊，但是过来上重要就是伊感觉，就较多有来宾嘛讲嘛吼，即上最好就是伊爱甲普京，普京知影讲，我今仔来交你讲，我这要停战，伊会问你讲，啊你美国对这个乌克兰你敢按哪会调？伊会使甲伊讲无问题，我讲啥基本上都无问题啊。好，所以伊的条件其实拢会使，普京会使看，啊，这是毋是公平？这另外一件代志。上重要就是，普京会知影讲，交这个美国川普政府，交伊这个政府，若讲好势啊，这件代志就会使处理好势啊。所以对伊来讲，伊安尼较有法度去吸引这个罗西亚坐咧这个谈判的桌仔顶，甚至又对这个罗西亚先宣布讲啊，伊愿意参加谈判，甚至伊愿意伫咧谈判进程的先。停火停战，安尼佫较好，安尼代表川普的一个胜利啊，就是讲透过
这个罗西亚来完成伊来这个双方的这个停战，这种就是上好的剧本啦，是不是？会到这好的剧本唔知，但是上无传播伊希望就是双方拢会使宣布讲，我愿意来做谈判，安尼就其实就达成伊当初伊的承诺嘛，伊甲大家讲，我会使互双方拢会使坐落来谈判。你认为吼，川普心内想的是毋是最后最终的和平，还是伊想的只是，恁就停落来，我这第一阶段我的任务，我所讲的话，我就算做到。双方只要会使宣布讲，我愿意坐落来谈判，其实就是完成伊当初讲的部分。讲较歹听，谈判了，最后安怎？会安怎？伊可能是一个过程，伊当然嘛希望这个过程是真平顺，最好是有好的这个结果。其他的无法地带。但是认为谈判就是有任何的足侪种可能性嘛。开始谈判了，可能双方起倒倒，有变来变去，这拢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伊来讲，伊当然嘛希望用美国的这个力量来压迫双方，一定要最后要签一个合约。把这个战争结束，因为这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谈判嘛，谈判了，你谈判的过程讲好势了，签和平的合约，这是一个过程，过程要偌久，无人敢讲，但是美国当然嘛希望这个过程较短，互伊带伊的川普，伊的任内，甚至伫第一年当中，就算伊的。算伊的 credit 对，伊的 credit。但是我按算讲，看这泽连斯基的火气遐大吼，你会当料想讲，伊甲普京两个人见面的时阵，要棍甲木落去吗？就我是论吼，另外一个问题要请教王老师吼。越南迄阵时啊，美国嘛是签嘛，嘛是安怎啦？结果拍，哪拍哪讲哪拍，有走的啊。政府啊倒台啊，创啥啊呢？川普应该知影，这项物件是军队袂当送入去的，对不对？对，这应该是伊的底线吧？那照谈判来讲，老师你认为伊最后底线是啥物？无就是撤缴，大家咱卖盘、卖算啊、卖伊啊，伊干嘛呢？因为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讲吼，伊上重要是，但是足短伊的任期吼，伊阁有3年外嘛吼，甲几件代志拢甲处理好吼，处理好了，伊我都带咧伊美国总统的历史吼，留下伊的名声啦。比如讲以色列甲哈马斯的问题吼，伊就甲解决 OK 结束啊。伊来甲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嘛甲结束嘛 OK 啊。所以处理北韩问题啊，北韩的核武问题吼，甲伊朗核武问题。所有可能台海问题拢会处理，反正伊的想法就是讲，这甲咱做生意的吼，一件来吼，到什么时为止，伊拢有足清楚。对乌俄战争来看，伊感觉讲，那俄罗斯卖拍停止战争，这就结束啊嘛。因为停止战争就是方式吼，咱是个冻结吼，迄个战争状态就是停火吼。譬如讲，1950甲1953的韩战，南北韩寒战。伊到即摆无和平协议呢，因为伊敢若是停战协议呢。你拄仔讲的迄南北越，签订和平条约之后，嘛是继续拍。所以对美国来讲，伊有一种教训，就是讲，那非无必要无把个战争伊袂去所以1991的第一次的伊拉克战争，2003年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伊会去，伊感觉伊会赢嘛，伊就去。所以伊袂轻易出兵所以我感觉讲，拄仔你问的第一线，你的第一线就是讲，伊叫迄个川普普丁卖减其实伊就也即种建议因为咱了解讲，伊为什么用这个乌克兰的矿场协议迄个稀土来当做一个迄个饵，互大家理解，因为迄个稀土其实乌克兰伊所有的稀土的迄个藏量差不多7%尔，你来甲中国比，中国大概会使提供全世界70%的迄个生产量，所以某种程度，川普美国会甲稀土当做一个物件来处理，意思就是讲，刷落要处理一个国家就是中国，因为全世界拢咧依靠迄个中国的稀土，所以伊用这种方式来分散注意力，这是第一点另外最清楚就是讲。普丁嘛，感觉讲即摆是足好机会会使落台，因为
这个战争拍3年伊也无赢，因为一开始伊是讲1礼拜啦，吼，咱会记得讲，28号迄个川普甲迄个泽连斯基两个讨论，哦，川普讲你3天就甲你拍落来，3礼拜啦，迄个泽连斯基讲，普丁讲3天就拍落来，吼，反正我意思是讲。伊即摆要找一个最好机会哦，安全落台，保存的民主，伊嘛有各个压力的需求，吼，所以伊嘛会使透过即个机会，甲美国甲苏联吼，就是讲俄罗斯吼关系正常化，减低吼联合国甲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互伊的迄个天然气伊的石油会使进东卖出去，互伊的经济佫会使起。所以这种时机是最好的，因为伊嘛知影讲，川普做代志拢是一时，你这若无答应，一时风势一旁船啊，伊会过，所以伊感觉紧的答应，我嘛感觉讲，伊嘛思考讲，未来要谈判，伊甲美国谈，伊无要甲乌克兰谈，甲美国讲好就好啊，你美国负责甲乌克兰谈嘛，所以变成两线嘛，所以以后可能一个诚歹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讲。美国做中间人，甲迄个普丁、甲泽连斯基拢扭来吼，签，这个时机是无太可能，因为安尼就无迄个普丁民主嘛，因伊要来使个甲乌克兰斗阵签，伊根本就看不起乌克兰这个国家嘛，伊扭伊的嘛。毋就敢若签约离婚同意书，恁两个签，我才送去遐签。继续啊，因为对俄罗斯来讲，伊即摆遮尼乌东这4个省吼，迄是伊的利益啊，伊要好好经营嘛。你老师要矿产协议要来讨论，你嘛爱甲我讲啊，所以对伊来讲嘛有利啊，所以伊乐观其成嘛。这算做伊一本万利啦。对。但是我头下问阿发啦，这个问题我要继续甲你问，就是讲，即摆目前为止 ，Zelensky， 伊其实伊目前为止伊也手头啊，佫有啥物物件，头我甲人讲，伊就是踮咧遐讲，这毋是肯德基，这毋是肯德基啊，尔，敢是安尼啊，尔。还是讲无，伊还佫会当由英国甲法国来。你看德国，因遮拢听我，你无听我，你无道德。国际社会敢是以道德来理论的吗？我会感觉Zelensky 迄个立场足无好诶，因为伊讲澳洲要甲你斗相共啊，我感觉伊无迄个能力。伊嘛是愈来愈做澳洲的人，嘛是无支持迄个往迄个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保援助，保钱个有军队，无支持啊。所以伊的立场，处境愈来愈歹，处境愈来愈歹。安尼是安怎是Zelensky 做甲川普去冤家，迄是无应该的，迄是无应该。伊可能是失去控制啊，尔。伊是可能是感觉无法度啊，无什么。绝望啊！对，无什么好的解决的办法，感觉足生气啊。不过伊无应该安尼做，因为我的感觉川普互伊即个巴鲁根已经是最好的上好的条件。美国去投资，美国人去你的国家，你若是有俄罗斯有战争啊嘛，美国嘛是加斗相共。搁一个是俄罗斯迄个军人甲迄个武器已经无亲像进前遐尼好，愈来愈刷落去，愈来愈时间愈来愈过。俄罗斯的经济甲迄实力愈来愈差，愈来愈差。所以，川普啊，你对这项讲，你普京，你嘛是希望会当赶紧来停火。但是就谈判这策略来讲，你认为川普这阵时切断这个军事援助以外，伊还佫会出啥物招啊？伊即摆我看伊安尼一直下死命个骂。其实选总统的时阵，伊嘛是讲过，迄个要停迄个乌克兰的军费，所以伊嘛是伊若是无安尼做，伊的支持者无对川普无被交代，陪骂伊，感觉伊independent，所以嘛是所以迄个嘛是
做总统了后无偌久啊，佮停这个军会。伊真早就公布要停迄个军会。那是如此这般，那么川普是毋是到当即马就手落起来？来啊，买 next， 是这个意思吗？因为Zelensky 伊无别咧选择，所以伊是强硬。佮有一项是。川普安尼讲，可能那是欧洲是爱帮助伊爱为家己的安全保障，伊爱家己做啊，唔是袂使亲像之前拢靠美国的，所以嘛是鼓励迄个欧洲的国家来增加伊个军费，家己保持家己的安全。那公告对，如果普京无继续停火，那么乌克兰有可能完全灭绝无？困难，因为俄罗斯迄个伊个军队已经无遐尼啊好，伊个做兵无。安尼这我都无明白啊！如果阿发就像你安尼讲这罗西亚嘛拍甲稀咧咧，啊无咧恁两边拢去拍甲稀咧咧，才来找我。是不是安尼就好？免安尼讲春车，讲甲气神落命，是不是安尼？啊，恁两个搁拍，你有才调，恁两个搁拍甲双方面系列咧。伊歹势，互人知影讲伊个条件已经向歹，不过是以前才是条件遮尔好。伊个迄个战斗机啊。已经无好，伊个迄个航空迄个防务空军已经做差的，伊袂互伊兰用足无好诶。那军力的所在，我这边请王老师来做一下补充。你认为罗西亚即摆军力真正是比初啊迄阵是差真济吗？对，因为你了解讲，咱要生产一枚飞弹啦，还是炮弹，无法紧的。伊无法度讲家己来，伊即摆是靠北韩生产炮弹，甲一般传统弹药互伊，迄嘛有一定的程度啊，用了就无啊。啊，北韩嘛有派兵过去嘛，伊嘛有需要嘛，所以无法度讲提供伊遮尔济吼。啊，另外中国大陆嘛毋敢直接互伊啊，所以可能中国大陆就提供一寡技术还是材料互伊去生产。啊，毋过3年拍了后爱拍嘛，差不多拢拍了啦所以你若果要用较新的，更较好嘛无法度。啊，另外一方面，俄乌战争嘛，用做者无人机嘛，无人机大陆上济啊，唔敢互伊，所以伊拢用伊朗还是其他国家来用啊，用我想嘛是无啊，这个问题我感觉讲，上条是讲，川普伊感觉讲，这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啦，会使停啊啦，因为停对伊嘛有好处嘛，伊嘛使行关注啊，看美国甲欧洲甲乌克兰两个咧相打嘛，伊当比较看落嘛，伊即摆表示讲。维持现状，维持我即摆占你的现状，咱再来讲。你若无安尼，我袂讲。所以这是个底线嘛。问题是讲，伊会使决定讲我要拍袂拍，就是讲咱拄仔咧讲的，3天嘛停火，一礼拜嘛停火，一个月嘛停火嘛。无就是讲，卖空中的箭头，还是卖发射飞弹，这嘛是一种方式啊。毋过保持这个紧张的情势是对有利啊。所以即摆强调的这个川普，伊要决定讲。无有乌克兰军援，毋过伊这是要有迄个泽连斯基的这种压力，叫伊讲较早决定要接受不接受。我感觉讲，过一礼拜，后礼拜伊就讲 OK， 伊来签啊，就结束啊。但是伊那个看出就对啊。因为伊即嘛咧讲，伊讲伊即嘛后悔。假话讲话，伊拢看出啦。那议长你安怎想？基本上当然是你小国啦吼，你手来较用川普的话来讲，就是无牌。你当然，你就较吃亏啦，吼！你在思考了，虽然欧洲去互伊温暖啦，吼，但是欧洲互伊温暖，真现实的，就是讲，伊伫咧战场，伊是需要武器的。较多这个来宾嘛有讲嘛，吼，你也敢若援助是这个经济的援助，伊无法度伫咧化作伫即个战场内底的武器。
安尼即个原则基本上，我唔敢讲是虚的啦，但是你得很主席，你需要的物件你都无啊，啊你是要安怎伫咧战场当中会使去做即个坚持啦吼，所以顶届就是讲伊伫咧即个白宫的即个冤家吼，就是讲即足侪种讨论的啦，理论上就是经过即个代志了，甚至到欧洲。当然，大家拢看到是英国的首相啦，吼，啊，基本上的发言啦，啊，但是你也注意看，你北约的这个秘书长，其实以后真清楚甲这个泽伦斯基讲啊，啊，你也是爱想一个办法，交美国吼，甲会使讲话，会使讲上话啊，你两个会使讲啊，这。白话就是讲，你交伊爱 channel 爱共款啊，你啊 channel 无共款吼，你安尼用即个方式吼，绝对即个对你未来吼，即个个后续的即个要进行哦，一定是无好啦。所以你看北约的秘书长，北约秘书长本来是足鹰派的。伊本来是荷兰的这个总理，对，啊，伊阵做荷兰的做总理，即摆换来做北约的这个秘书长。理论上，北约应该是一个军事的组织，伊应该是会使更较鹰派。但是你看伊坐这个秘书长的位了，伊讲话了，颠倒都变成足鸽派的东西，变成讲是抗衡啦，吼，就是讲爱交美国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啦，无真歹个继续这个维持落去啊。对吧？啊，这就真清楚啊。一定，你会当提供咱一个例吼，在世界上，在外交，在国际上，敢有迄个小小的国家，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胜利，取得伊要家己爱的物件，敢有这种例啊？有啊，就是一般来讲，咱伫咧外交内底讲的上侪，就是1814年、15年的这个维也纳的这个会议，也是咧解决这个。叫做这个拿破仑诶战争的这个问题啊，理论上拿破仑是法国人嘛，啊理论上应该大家欧洲开会应该伊是说战犯嘛，应该是爱互处理的嘛。但是伊的外交部长伊就讲，歹势，我嘛是受害者，想到我是受害者，因为我叫拿破仑甲我绑架咧，所以你感觉讲我法国基本上敢若是这个战犯，但是唔是，阮其实是去拿破仑给绑架，所以呢，我法国基本上呢，你袂使甲我当做战犯来看，我爱交恁是平等的，所以我爱这个交欧洲咱大家大国爱大家协调好的部分，但当然啦，这牵涉到这个欧洲大国当中的这个平衡啦，这个的平衡，但是这嘛是会使讲啊，伊本来是战败了，伊个无去用处理，得到伊个交这个大国啊。坐好平啊，会使讲话啊，这个部分。啊，你讲细国，你也完全要叫主持人讲这细国，这个真是足困难，真足困难的，足困难的，是不是啊？看林老师，敢有这种的？我一直想要问林老师讲，啊，他即马若是人讲哦，昨日乌克兰，今日的台湾。敢会当完全比受咧？哦，真惨哦！哦，这个 TSMC 走去美国去啊！哦，哦，咱就这个 Silicon Shells 都无去咯，敢是安呢？其实咱看叫今仔日的电视啊，吼，这个台积电，好，以这个白宫，魏哲家当局长啊，川普啊，伊有讲到就是讲，这个台湾。这个台积电1000亿个美金的投资，其实安尼，互中国对台湾，安尼讲有啥物代志，啊，美国一定原来会当来来支持这个台湾啦，吼，就是讲，因为伊的想法甲这个乌克兰这个试图的协议啊，有小可共款的思想啊，吼，所以并毋是讲这个台积电去美国。的投资，就是讲完全互台积电，还是讲互台湾变得无啥物条件。另外一种的想法，川普的想法就是讲安尼，美国甲台湾的关系会搁较好。啊，你的关税要增加这关税，都毋是这个问题啦，吼。所以对台湾来讲啊，吼，咱看见这个Zelensky，伊开始有影，伊的牌子足少，吼啊，最重要就是讲每一天。啊，这个俄西亚甲乌克兰都有这个生命会流失，吼啊，而且你无这个条件，唔惊这个俄西亚希望要来结束，啊，
乌克兰，照你讲，阮也是希望来结束。所以我是想讲吼，有即出啦，吼，2月28即出啦，吼，应该互即个对台湾来讲啊，吼，就是讲你小个国家，阮来会当有一种的坚持啊，吼，啊，虽然讲你落尾，泽连斯基应该是伊南部啊，吼，即南部就是讲伊即寡即个问题，哎呀，切割起来，即个试图的协约，即是一种的方式的处理啊，哦，你即种要签嘛，较简单啦，哦，啊，其他你第2步、第2阶段即个问题是较重要，而且即个欧洲的国家，不管是英国甲法国，因要派出即个和平维持部队，这是足重要一种的保证。就是讲，希望即个欧洲的国家会当来影响即个川普，即川普的那就是教父共款，吼啊，但是即个教父，阮也小可阮也有听一寡人的声音嘛，吼。Take the gun and leave， 即是 take the cannoli，leave the gun 安尼。所以我是想，即英国甲法国、欧洲，阮也爱慢慢，以即个乌克兰有较大的负担，唔惊即个军事的费用，唔惊即个协助，吼啊，但是按讲美国无继续去关注啊，即个战争一定是紧就停落来，哦，这是足现实的一个问题啊，而这中间希望讲大家当过来想即个问题啊，较简单解决的，大家来签，无一定是2个总统来签，吼啊，即个欧洲的国家，佮有较一个国家来考抗，吼，即个教父啊，吼，即个教父，伊足无民主啊，伊一直认为讲，伊已经当铺排，已经铺啊足好势，唔惊即个安理会决议案，啊，而且甲即个普丁，啊，以即个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土耳其，都讲足者，就是讲，已经乌克兰，照你讲爱听即个教父的话啦，哦。来阿发啦吼，作为一位共和党的支持者，你认为川普这项代志，尤其在联合国无甲谴责这个侵略者，无徛在无压这个正义这个基军啊，吼啊，袂像安过去吼，美国诶这历代总统。共和党啊、民主党啊，拢讲哦，民主价值上赞哦，啊，即个和平上赞，伊毋是安尼，真咱讲我较中性，真务实，要来解决。你个人的态度是啥物？其实共和党啊，有2种的思想，一个是爱美国爱参加迄个国际的代志，有一个是爱美国爱离开即个国家爱顾家己的，顾家己就好，顾家己就好。较大部分的时阵是美国是爱参加即国外的代志，国际事务。不过即马手法改变，不过即个无一定是永久的，可能刷落去个变了，因为足侪个参议员对伊真正是对川普安尼做无满意啊。啊，所以这在道德性顶头，伊其实是无一定会完全得到支持。一定毋是无完全，足侪人一定无敢管讲，不过足侪人伊无啥去支持啊。但是就事实上，依然会当来解决这战争，啊，完成对选民的承诺。头你讲的，这项代志敢会得到这个民众的支持？选民可能是感觉讲，伊无遐尼耐心嘛。不过选民伊主要，伊毋是选总统、选议员，毋是因为外交的代志，是因为经济的代志。经济做好，出来伊较无咧管。哦，所以一般的观众、一般的这民众，其实敢我知影是敢2%的人关心着美国的外交尔。不过，佫有一项是美国人无爱看到家己的国家输，所以伊嘛是袂使互乌克兰，互迄个完全互俄罗斯叫假的。对。哦，
你睇下讲，美国人一般美国人无爱看到美国输。对，伊阿富汗的代志嘛是美国人有越南的代志，美国人一般看到这个袂就感觉袂满意啊。哦，那撇个火共款，无介意输的感觉就对了。所以这咪是当迄个进程啊，拜登这个足大足点，是伊阿富汗的代志个输啊。哦，所以这会引起着全美国人的这个愤怒。就感觉当时也感觉拜登做总统无效，效率无好。哦，感谢。但上后尾王老师吼，就战略上来讲，这敢会因故来改变讲美国甲罗西亚的这个关系呢？我感觉会改变，因为吼，咱了解讲为什么美国甲俄罗斯等的安理会会创这款决议，无去谴责什么人，因为伊安尼做。互迄个川普，我安尼问是讲，安那适当了后，这嘛歹讲。啊，不过即马上重要是讲，川普互普丁相信，就是讲信任啦。因为我连这招都做啊。因为信任无简单，因为俄罗斯无要信任别人。啊，不过。